爱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诈领着助理费用起诉，在政坛是引发着大风波。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举行记者会，挺家己的子弟兵。高虹安的前头家郭台铭嘛透过面册，讲伊相信高虹安的操守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嘛出声来相挺，希望司法平等来看待，先予高虹安一个清白。也毋过，这个朱立伦的相挺，听讲互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真不满，哪有替对手在讲话道理咧？朱立伦今仔日来背会，讲一寡传言拢是无影无迹，拢是企图要来制造国民党内的矛盾。不应该有政党之别，不应该有差别的待遇。我们希望能够用司法来还给当事人清白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佮在一边出声，甲涉嫌诈领助理费去互起诉的新竹市长高虹安相挺，希望司法会当先予高虹安一个清白。也毋过，这个言论所传出引发后办的不满。试图制造矛盾、制造对立，没这回事。我们大家都是全力力挺侯友宜，力拼到底然后我们共同的态度都是朋友越多越好，敌人越少越好。内部出现纪律，唔是无原因，因为当初分比的人就是国民党这个新竹市长参选人林建仁。如今党主席说小田当初的对手，敢若是替南北合作捞最后一手。我们也希望司法可以一视同仁，而不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，他们就给予特别的待遇，而面对到其他党的政治人物的时候，就严加以待。翻头来看，确定起诉了后，各党的反应。朱立伦昨知影是大声小天，相信法律会先予高虹安清白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伫下晡2:29分透过面册来发文章，讲对高虹安专业能力甲品行从来都无怀疑，相信高虹安的清廉。党主席郭文铁是下晡3点举行记者会，强调相信高虹安无贪污的企图。党主席甲前头家连续小天要讲的话，也毋过这嘛互作为对手阵营大家长的朱立伦立场更较硬叫。同为在野阵营的这些朋友要落井下石吗？不可能。相信司法会还给当事人一个公道。高虹安去互起诉，嘛意外和南北合作暧昧关系来避坑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